你睇下個地鐵口近到，跳都跳到落去啊！入返正題，隔離就係西城都會 TOD 衣食住行公交地鐵乜都有。嗱，呢邊有間中醫院喺度，你望下先，白天鵝三館一廳，乜撚都望到。煙花位啊，嗱個平台咁大，哇正啊！仲要係南向嘅。嗱，首先呢度咧，呢個位置，你睇下，成間屋原汁原味，夠晒大，夠晒深，夠晒闊。呢度 O 唔 OK？行翻出嚟，你睇埋。呢個係套內面積，你睇下先。你睇下個進深，喂，要行7-8步喎，兄弟。好啦，呢度一間房，嗱呢間房可以1劏2嘅，因為兩邊都有窗。然後功能區咧就喺呢個位置，呢度就削啲啊，原汁原味冇辦法啦，因為都冇住好多年㗎啦。嗱，仲有一間房，嚴格嚟講，呢間屋係可以改4間房嘅，75個方，實用90，118萬，框架5樓，拜拜。